来有关到美国的总统大选，都惊选了会发生着混乱。美国有几哪州已经制定严密的维安的措施，像讲伫关键的计票中心的厝顶是来安排着狙击手，搁来部署着无人机做空中的监控。另外有几哪州的国民兵拢已经咧待命了。 工作人员真注心采体围篱，维安人员嘛随时注意四周围的状况。2024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伫要上场，为了防范选后可能发生暴力，包括华府和全美真侪州在内，拢有真严格维安措施。其中，伫咧华府，白宫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大副总统关少国会，拢设2公尺悬的围篱，来保护贺锦丽和处理人安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伫咧佛州的海澳中园，嘛设路障和派真侪警察。Secretary Austin approved a request last week from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for D.C. National Guard troops to support the D.C. Fire and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from November 5 through 13. 那华府真侪州的国民兵嘛拢伫咧待兵。 As a precaution, National Guard troops are on standby in several states for potential unrest, including Washington and Oregon. 另外，美国部分的地区已经稍稍开始提早投票，不过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所少人所传出投票伤亡放火事件，为了宣布人员的安全，为送票中心的厝顶特别安排暗杀手，佮为选务人员设紧急治疗，嘛部署无人机空中监控，就惊电半烟2020开票时乱糟糟。 伫特律因未来新的机器协助选票点票，那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嘛特别成立一个全国选举的指挥所。The purpose of the command post is to ensure the FBI is well positioned to respond to threats that would come in or information that would come in that would affect our election security. 全部努力拢是希望选举会当顺利进行。不过，为选民闭关认为，无论大选的结果啥款，美国选后应该嘛是真爱小岛。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